欢迎我们的追欧一大道以及我们的皮金鹅小蘑菇。等下呢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吼，感恩咱这个小蘑菇按个赞哦。我头讲吼，要开始开播以前呢，看到咱这个小蘑菇讲吼，哪个唔紧吼来直播的话吼，都要困去啊啦吼。所以呢是感恩咱这个皮筋的小蘑菇，伊讲咱这个碗粿吼，期待咱这个古汉的电台。稍等一下，咱先来听一个一诺打金机的 CD 专辑。稍等一寡人礼拜时间呢，等下吼较来大家来做开讲哦。生病讲做，国内正是怪命，金鸡玉扣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过海挂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有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快爱呀，快爱！好，来，咱节目的一开始咧，咱先唱一下咱这个电台的歌曲，咱的杜马调，欢迎大家哦，吼，感恩，咱来收听一个杜马调。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唱嗨嗨阮的节目，卖精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知则袂心行行。片段古汉广播，互恁听，祝恁收听古汉电台的观众朋友，金财宝满大听，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今仔日呢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吼，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古汉的电台。阮的每礼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吼，拢有咱的直播的节目莫袂记哦，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帮阮分享出去吼。感谢咱皮筋鹅小蘑菇的这个拍扑啊声，感恩你。另外呢，嘛欢迎咱这个 YOK 大大咱这个可恩起来咱这个古汉的电台。今仔日呢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哦，咱可恩呢敢听有咱的台语呢？如果若听无吼，咱嘛会当台湾国语安尼落来讲就对啦吼。欢迎大家起来哦，会记吼，甲我拍一声招呼。首先呢，一开始呢，要甲大家讲明仔的天气哦。明仔的天气呢，离咱台北
咱的台北咧，明仔的即个天气降雨咧，差不多咧20%到10%左右。即个台中地区咧，共款即个20%到10%左右。过来咧，即个规个其实拢是啦咱不管是咱的台北啦、台中啦、台南以及台东啦拢是20%到10%左右。好卡在我雄雄去看着，啊无自头念到尾啊，你认准的即个档期开始拢共款10%、20%、10%、20%安尼就对可恩有男朋友啊，你男朋友咧，敢有甲你做伙来收听咱即个古涵的电台咧？爱叫伊做伙来收听，做伙来帮阮订阅，帮阮按赞起来哦。你我头前若无去看到大家拢是安尼10%、20%我若自头念到尾啊只有改即个台北啦、台中啦、台南以及咱台东你可能想讲咧即个拢当机安尼直甲念落安尼就对今仔日咧，伫咱即个南部的所在，伫咱台南有30%雨，有一点落雨安尼就对。咧，咱其他的所在，不管是咱即个台北啦，也是倒位咧，恁遐敢有落雨咧？敢有30%雨，也是讲咧，即个雷阵雨的对伊讲咧，咱即个可恩讲你是新加坡的人，新加坡今仔日天气敢有好？甲大家小做即个开讲一个而且伊讲伊有男朋友啦。叫伊共款嘛来甲阮订阅，甲阮按赞关注这神煞有一下观众就对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古涵的电台。等下咧来甲大家讲今仔日的新闻等下咱即个我过讲咧，即个北部咧无落雨。伊讲咧，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即个中部咧有一个30%雨啦，小小的这个毛雨小毛雨，你确定有人咧安尼讲的吗？小毛雨的国语号做啥物啊？毛毛雨啦小毛雨听起来嘛真古水我想讲小毛是啥物人毛毛雨啦小小的毛毛雨，所以或者小毛雨安尼就对也是讲咧，咱中部真正有做即个小毛雨的即个名称来，咱欢迎咱的即个医生起来，咱即个古涵的电台，甲你拍一个趁钱的扑啊声。欢迎大家起来咱来讲一下咱即个香港的新闻自昨下晡咧，咱大家若看新闻咧，可能有看到即个香港的即个大火即个火灾啦，有8栋安尼建筑物即个社区有8栋，结果咧烧7栋为什么会遐尼严重？其实咧，因为因外口大这毋是像咱即个台湾所大安尼铁的即个引架，其实咧因拢是搭即个竹像咱咧做石啦，也是讲即个北部的戏棚拢是搭即个竹搭即个竹咧，当然一火烧了咧就真严重，而且外口佫搭篷布啦，所以讲咧，不管是外口的篷布，是敢有即个防火，即个敢有防火材质。也是讲咧，伊就是一般的篷布，其实你讲内底即个竹的即个引架就已经足恐怖小雨小雨是要安怎唱啦恁敢有歌词甲我介绍一个即个小雨。小雨我袂晓唱啦我只会唱即个台语歌，即个西北啥物日头过半晡，天气炎热，愿连想花落。敢是安尼？若即个小雨若是国语歌的咧，即个我就真正拍败啦
到咧即个香港的新闻吼，自昨下晡咧开始烧吼，烧到今仔日咧还未结束哦。啊，当然吼，死伤的人啦吼，即个死去的人差不多50几个，到200几个咧是咱失踪的人口安尼吼。西北号就足大吼，无毋对，欢迎咱即个虾仔咧，咱的写字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若是西北号吼，甲咱即个毛毛雨即个沙沙北号就无啥共款日头过半晡，忽然小雨行来到半途，安尼敢会当？该小雨安尼就对吼。来，然后咧，咱一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咧，敢会当点一个即个新骑白马吼？你若介意听即个新骑白马，当然是可以啊吼。今仔日咧，阮爸爸吼，伊讲咧，我伫楼顶哦咧直播哦，但是咧，伊伫楼骹吼，嘛有听着即个声音啦吼。虽然咧，伊无开即个网络吼，无开即个手机起来看咱即个古汉的电台，但是咧，其实吼，伊伫楼骹嘛有听着啦。伊就讲咧奇怪吼，咱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吼，普通咱拢唱即个新骑白马呀。走三关，伊讲吼奇怪呢，我伫楼骹听吼，你开安尼新骑白马呀开拖即个韵拖遐长安尼就对啦。因为吼，咱有配合咱即个音乐啦，听起来咧较袂讲吼，安尼无拖较板啦，还是讲嘿即个韵味吼无加较够。所以咧，既然咱皮筋儿小蘑菇讲吼，要来听一个咱即个新骑白马。就甲大家唱一下咱传统的七字仔调，等我啉一口茶吼，安尼吼。爱记哦，起来观众朋友吼，莫袂记诶，帮阮订阅、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咱来唱一下咱即个传统的七字仔调，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所点的歌曲哦。新骑白马呀，走三关，解我所以哟配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不穿，四盆无单啊，百事为无风无摇啊，花未开。来三日啊，来当落水，当落花心啊，花照开。哇！我所看到的咱即个虾仔讲吼，你看起来咧，就是一个人好诶吼。其实吼，我毋是人好诶啦吼，我是1998诶吼。所以讲咧，讲起来咧，我嘛已经27岁啊，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少年无少年，讲老无够老吼。安尼讲起来，敢若。真奇怪，安尼就对吼。讲少年无够少年，讲老咧，安尼真正无够老吼。咱即个虾仔咧，是咱第一届起来的观众朋友敢对？莫袂记哦，咱线顶的观众朋友吼，咱每天暗时咧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咱即个古汉电台的直播节目吼。只有咱礼拜四吼，是咱即个台语台啦。
啊，平常时咧拢是咱国语的节目哦，啊，国语咧来配上咱的这个歌仔戏吼，有啥物无啥共款的所在咧？就欢迎你咧，明仔载8点搁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嘛，欢迎咱淑芬姐起来咱语涵的广播电台哦，互你一个趁钱的噗仔声。对，无毋对吼嘛，欢迎咱即个 SUSAN 大大起来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伊共咧咱皮筋儿小蘑菇吼，帮我回答啦，我差不多20岁尔安尼吼，20岁尔听起来吼，真少年安尼就对吼，我嘛希望讲咧20岁吼。那看起来咧，像迄高中尔吼，安尼咧可能伤少年啊，可能有用即个明星花露水吼来保养一下吼，像咱即个偶像剧的即个8点档所做即个明星花露水咧，才有法度保持遐少年啦吼。再来咧，头前吼，甲大家讲到吼，咱即个香港的新闻。再来咧，讲吼咱台湾啦，咱即个建筑师咧，就咧甲咱建议哦，讲咧咱台湾吼，虽然咱即个建筑即个施工吼，无硬性规定，无甲规定啦吼，讲咱外口即个篷布，即个印加外口的篷布咧，应该要用即个防火材质吼。但是咧，伊咧甲大家建议吼，讲咧咱若有做即个工厂的啦吼，爱小注意哦吼，尽量咧，咱也会当升级家己的配备吼，升级家己的物件，用到即个防火、即个防火即个材质吼，就尽量甲用啦吼。虽然咧，即个成本咧贵一倍，但是吼，嘛加较安全小可。所以讲咧，为什么今仔日的主题咧会甲大家讲吼？你敢会投资家己咧？你投资家己咧，拢投资啥物物件咧？比如讲吼，像咱头前咧讲的即个少年吼，是投资即个讲保养品啦吼，也是咧投资啥物物件咧？还是讲吼投资即个钱财咧来即个投资股票咧？敢会投资家己咧？感恩吼，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跟讲咱即个虾仔吼，伊讲咱即个淑芬姐讲咧，就像即个高中生啦吼，而且咧即个就是小鲜肉啦，才27岁尔吼，真新鲜啦。也无咧，咱即个虾仔吼，差不多咱几岁人咧？我即几工咧想吼，咱昨啦，伊讲昨日啦吼。敢若昨甲今仔日吼，敢若咱即个挫折吼，拢还袂起来咱即个语涵的电台哦，毋知走去伫倒位啊吼。当然吼，咱若线顶的好朋友咧，若有撞着讲吼，咱线顶的好朋友有诶是破病啦吼，也是讲咧，伊真正哦身躯着带病啦吼，咱爱互相甲关心哦。像咧，咱即个挫折咧，伊是有脑瘤吼，所以讲咧，开刀完咧嘛，像即个学疗像中风安尼吼，也爱压管咧，才有法度吼来即个行路散步着对。所以讲咧，咱线顶的好朋友吼，爱互相来甲鼓励一下。当然讲吼，我有法度甲讲出即个挫折吼，是因为讲吼，伊的本名吼，毋是号做挫折啦吼，所以讲咧，毋是甲透露即个个资吼。咱即个虾仔讲咧，永远的30岁吼，安尼就是青春又美丽，安尼就对啦吼。欢迎咱的伟成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咱的伟成。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咧，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直播哦吼。爱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吼。头一咧讲到吼，咱这个香港的火灾。
你讲咧讲着讲吼，即个香港的火灾啦，8栋内底吼烧7栋，而且咧到打哦，到即马日咧也未吼完全甲泡花。安尼咧，就爱讲着吼，咱今仔日咧，即个清晨5点吼，透早5点的时阵咧，即个台北的北投哦，其实咧有一个公寓的1楼吼，嘛是火灾。好佳在咧无烧着吼其他即个楼啊吼，结果咧，即个内底吼救出7个人，拢平安无代志，安尼就对。这是咱即个台北的北投哦。所以讲咧，你若有吼带即个台北的朋友啦，也是讲咧带中部的朋友、带南部的朋友啦，伊讲吼，其实是讲吼，咱规台湾的朋友吼，咧用电的时阵啦，咧用火的时阵啦，甚至咧咧用其他有即个了电的即个工具的时阵咧，拢爱注意咧，咱的用电安尼就对。咱即个皮筋的小蘑菇咧，嘛甲咱即个伟成咧来拍一个招呼哦。锁定的好朋友吼，感恩你起来鼓喊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咱来唱一个歌曲吼，大家听一下。咱来唱一下咱即个头才有唱咱即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数语回中原，同款用咱的7字仔调，但是咧用咱即个音乐打紧机的 CD 专辑的内容吼落去唱。咱大家咧，我凊彩唱，你真足听安尼就对吼。咱来听看卖咧，咱即个7字仔调。世上好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已甘知。天地君亲属着交拜，君在亲上，你当知。在家图表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升。出家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说明。欢迎咧，咱不管是咱的胖哥，伊讲咧咱 NELAN 大大，期待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伊讲咱这个冠语，期待咱古汉的广播电台哦。过来吼，来甲大家讲昨的新闻吼。咱昨咧下晡时阵吼，伫咱这个桃园的这个台铁顶面吼，这个台铁的顶面咧，当然吼有一个人咧，黑白喷这个灭火器啦。但是是啥物原因咧？这还未讲出来吼，还未讲为什么咧？伊会黑白喷这个灭火器哦。头只咧，也搁有吼，甲大家讲到咱这个台北北投吼，这个火灾的新闻。过来咧，来甲大家讲吼，咱这个台北士林、台北士林吼。有一个80岁这个老翁咧，过这个马路吼，明明吼伊是青灯啦，明明它是绿灯啦，伊就过这个马路吼，结果咧这个公车吼，煞来无甲注意，这个公车咧要右转吼，煞甲弄着，弄着了后咧，这个公车吼无发现，恁敢知影发生什么代志？无发现了后咧，这个公车吼就甲拖行啦。结果咧，伊就吼，这个80岁的老翁哦，
翘起咧，伫即个车底下骹，伫即个轮仔下骹，到即个路人呢，竟然吼尖叫啊，甲即个公车司机讲吼，你弄着人啊啦，而且吼弄伫你的车底内底。哇！结果咧，其实吼伊的某囝咧，他的妻子吼有看到即个部分，但是咧因某吼是即个失智的老人呐、所以你讲吼，即个失智的老人，结果咧伊看到吼因翁咧死伫即个轮仔下骹。其实吼，咱毋是本人，所以讲咧，咱嘛毋知影讲吼，伊心内咧吼，敢有惊啦，还是讲咧，伊知影讲咧，即个死伫即个轮仔下骹的即个人吼，是因翁，咱所毋知影。但是咧，即个新闻咧嘛真恐怖哦，这是咧伫即个的新闻吼。所以讲咧，大家若咧过马路的时阵啊，一讲咧。路顶面咧，若有比如讲，你若无熟悉即个老大人啦，咧过马路的时阵吼，你啊甲注意一下。如果咧若有公车啦，若是大卡车啦，等等啦吼，咱大家咧就爱来相助一下哦。对，真正真恐怖吼！这就是为什么吼，咱这个语涵的电台，从一开始咧，拢会甲大家唱一下戏曲的歌曲啦。过来咧，甲大家讲吼，明仔的天气啦。搁大家讲咧，今仔日的新闻就是安尼。因为咧，咱互相来讨论，互相知影讲咧，今仔日吼有啥物款的新闻咧？大家吼爱来片面一下。就是讲咧，这1点钟内底咧，你无白了时间。互你咧，不管是咧做家内事的时间咧，也是讲咧，你咧陪伴你的厝内底的人，陪伴你的朋友的时间咧，会当顺续来收听咱的新闻。所以讲咧，莫袂记哦，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上主要吼，爱帮阮分享出去，分享伫你的脸书啦，分享伫你 IG 啦，分享伫你的赖群组吼。阮每礼拜日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语涵电台的直播哦。但是咧，今仔是礼拜四的台语电台，明仔8点咧来收听的时阵吼，就是咱这个国语的电台吼。所以讲咧，明仔来收听的时阵咧，莫想讲哦，会奇怪吼，这台昨吼听台语，今仔日较会转国语吼，较会奇奇怪怪安尼就对吼。今仔日咧，所要甲大家讲的主题咧，就是讲吼，你敢会投资家己咧？像即届咧，咱政府咧有即个普发1万，你拢来投资啥？比如讲咧，投资股票啦，你的享福基金啦，也是讲咧，你是咧，来即个做啥物咧运动咧运用咧？再不踢走我就要走了。为什么呢？你咧讲这个这个线上的这个奥客呢啊，莫甲参吼，咱的平常心来甲看吼，这无要紧的吼，因为咧讲实在，伊嘛无安怎啦吼，所以讲咧咱搁甲封锁吼嘛是无采啦吼，就像顶悬咧，搁有迄个。这个按这个到站的吼，咱嘛是莫甲插，咱的平常心来甲看，安尼就对。语涵电台吼，足随性的安尼就对啦吼。除非讲咧，伊真正有影响到咱这个电台的直播咧，咱较踢走安尼就对。无咧，咱讲实在吼，一工咧爱封锁的人吼，是遮尔真侪吼，安尼就真麻烦咯。像我今仔日咧，所投资咧，着和气生财吼。今仔日咧所投资吼，之前咧有甲大家所讲过，我投资咧一台音响。为什么要投资音响？因为咧讲实在的吼，这个语涵电台吼，每礼拜四咧，拢有去到咱这个日照中心来做服务啦。
啊，若去到日照中心吼，无家己的音响啦吼，唱人的吼，有时较歹唱小可。所以讲呢，我就吼用这个浦发医院呢，佮加开一寡钱吼，来投资音响，嘛是对咱家己呢，会当讲吼，这个声音呢会保护哦。所以讲呢，你拢投资家己呢，会投资啥物物件呢？比如讲呢，投资这个股票啦，投资呢，比如讲你是运动的啦，投资脚踏车啦。也是讲咧，会投资家己咧，厝内的电视啦，互家己娱乐吼，更较欢喜的啦。也是讲咧，恁会投资啥物物件咧，所甲大家来做分享一下哦。嘛歹袂记的吼，咱的线顶的好朋友，我的线顶有这影片啊，会记的吼，主要咧吼，那这个日照中心的影片咧，加减啊吼，帮我按赞，帮我留言一下吼，咱这个日照中心的督导哦，嘛有咧看咱这个古涵电台的直播，先甲咱这个督导咧来趁钱的扑啊声，安尼就对，感恩你。咱头只咧有讲到咱这个车祸吼，咱这个公车司机咧无细力吼去教着咱这个80岁这个老翁安尼就对。过来咧讲到咱桃园的这个车祸吼，这个外送员吼，这个外送的过程当中咧，骑机车吼，唔知为什么吼，明明就直直骑吼，结果咧伊骑去对向车道，甲人弄啦。真奇怪呢！原本家己的车道唔骑吼，结果呢，唔知是骑伤紧啊，也是安怎吼，骑去对向车道甲人弄。好佳在呢，这两个人吼拢轻微擦伤尔尔，所以讲呢，马上讲这个真幸运就对啦吼。讲到这呢，新闻讲到一半，咱等下呢要来唱一粒歌曲的哦。咱头只咧有唱过咱的七里啊咧有唱过咱这个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啊，伊讲咱这个一路打进去 CD 专辑的内容，过来咧，咱要来唱一个咱这个七字连空奏哦。啥物叫做七字连空奏？等下你听就会知，而且咧，等下咧，佮甲大家讲一个故事，安尼就对吼。咱来听一个七字连空奏，感恩大家。秋难改，中心思随人在，夫妻好爱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行百里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受亏又分开，风风计照了我无亏做定。青春选叫我自带，往下成现态，过牛卖，冤家
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情深渐将生地大。何言伦理，何以在？何以来拜改？这条呢，合做咱的七字连空奏。七里啊，连空奏。为什么要唱这个七字连空奏呢？一方面吼，是因为咱这个淑芬姐介意咱这条歌。另外一点呢，咱这个七字连空奏呢，是咱这个七字调的延伸版吼，就是自头甲唱到尾啊。而且呢，伫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呢，是这个男女对唱吼，因各说各话啦。头一只呢，这是唱现场的哦，所以讲你有听到吼，一寡所在是这个查甫声。一寡所在呢是查甫声吼，你听到的吼是无唔对的吼。这就是咱这个七里啊连空奏啊，基本上吼，伫咱的舞台顶吼，基本上拢是两个人所唱啦。啊，但是呢，咱甲写入来了后呢，我一个人落去所唱两个角色，安尼就对。咱先欢迎咱这个 HOLA 大大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嘛，感恩呢，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哦吼大人不计小人过安尼吼，互相体谅，咱这个和气生财吼祝你咧趁钱如趁水，这个钱财自动会来，安尼就对吼。感恩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过来咧，咱这个 PO 大大讲咧听到我唱戏咧，听到我来唱戏吼，会当讲互你想到咧细汉的时阵吼，这个美好的时光咧，会当讲无忧无愁，安尼就对啦吼。感恩咱这个 PO 大大的这个安尼的称赞吼，紧甲你订阅起来，安尼就对吼。感恩咱的收音嘛，起来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所以你看哦，听我唱戏咧，你若想到细汉的时阵吼，安尼无忧无愁的日子吼，甲我想的嘛同款吼。为什么我所安尼讲呢吼？我去到这个日照中心啦吼，有的这个至亲的小朋友，什么叫做至亲？就是智能障碍的青年吼。既然讲要咧，这个几点吼来往外专辑啦，结果咧。这个咧，指定的过程当中咧，这个吼等袂赴啦吼，讲咧想要先换这个歌词本吼，想要先换过这个歌词本。我讲当然可以啊，所以讲咧，我就把这个歌词本吼，甲摕起来，把这个封面摕起来了咧，我发觉吼，内底这个 CD 吼，才会做甲遐尔遮尔水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这个日照中心的这个社工吼嘛，讲吼唔免啦吼，你唔免搁加出一个这个歌词本啦吼，阮互伊就好吼。我讲唔通安尼，我若摕起来了咧，我才发觉讲咧，家己的专辑内底吼，应该遐尔水。所以讲咧，我嘛要感谢这个小朋友，感恩这个小朋友吼，为着安尼换过这个专辑吼，等袂赴哦。结果咧讲吼要先来吼这个几点先来换过这个歌词本，互我发觉讲咧，原来内底这个 CD 吼嘛，应该遮尔真水，安尼就对吼。阁有另外一点吼，就是讲咧，为什么吼我所投资咧，要来投资这个音响，要来互这个日照中心的服务咧？虽然咱无趁钱，但是讲实在吼，互因会当生活无忧无愁，就是安尼。因为讲实在吼，有一个囡仔，有一个小朋友，伊足介意听我唱歌的啦。那大概若教课的时阵吼，伊讲咧，什么时阵咧会当放这个音乐吼，什么时阵咧会当听这个音响咧，开这个演唱会，感觉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
哦，听着安尼有够感动的，这万外块咧，紧甲开落安尼就对啊！吼，感谢这个小朋友，真正吼，互咱听甲吼非常的感动啦！吼。是吼，这个树英讲吼，这个专辑好漂亮。你若这个封面吼，还未甲它贴起来，这个歌词本还未甲贴起来时阵呢，就会看到这个模样，本人就会伫顶头。过来咧，这个歌词本甲贴起来了咧，你就会看到内底的 CD 片吼，安尼遮尔啊真水，安尼就对。我家己吼嘛。真佩服讲啊！这送甲阮做的这个 CD 专辑吼，做了遐尼水就对啦吼。啊，当然咧，这个啊，欢迎咱这个新树师兄咧，给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趁钱的噗啊声。欢迎咧，欢迎起来咱这个古汉的这个歌曲哦，这个我刷。向看你这个吼，你吼向袂晓念这个台语啦吼，咱讲一下国语的。欢迎搭载雨涵歌仔戏班的列车，上车的朋友呢，请订阅、按赞以及感恩哦。感谢咱这个新树师兄吼，甲大家鼓励吼，向看这个字吼，向袂晓念台语，安尼就对吼，互一个家己一个笑声吼。开安尼就对啦吼，咱今仔日咧是咱这个台语的电台，嘛欢迎咱这个国科起来咱这个古汉的电台哦。所以吼，咱头一只咧，这个 P.O. 大大咧，讲听到我唱戏吼，想着讲咧，这个细汉的时阵吼，这个无忧无愁的日子啦。你看吼，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咧，有足侪功能，安尼就对。真正吼，咱若伫细汉的时阵咧，安尼无忧无愁吼，毋知有偌好吼，哎，毋免忧愁，今仔日吼，哎，出去做工课啦，趁钱啦吼，哎，其实吼，这个读册的时阵吼，真正是上介幸福的时阵吼，啊，但是咧。讲实在吼，我嘛无介意读册，所以讲咧，有的朋友咧，这个线顶的朋友讲咧，你较早吼，安怎读入去这个台湾戏曲学院吼，这个是独招的科系啦。就是讲咧，你入去进前咧去面试吼，唱一下歌曲的，啊咧表演一下才艺的，笔试咧甲考一个了后咧，就会当入去咱这个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吼。是遮尔啊，真简单就对。因为讲实在吼，咱即摆的观众朋友也是讲咧，你有孙仔啦，你有小朋友啦，也是讲咧，你家己是咱的即个小学生啦、高中生啦，就对啦吼。你若要去考即个台湾戏曲学院吼，你可能会选择讲咧去读即个艺术大学。但是咧，这个艺术大学甲咱这个台湾戏曲学院有啥物无共款呢？等下咧，较甲大家继续来讲落去哦。这个传统的艺术咧，甲咱这个普通去读这个艺术大学吼，一讲咧，咱这个不管是戏剧系啦。有啥物无啥共款咧？因为吼，咱这个传统的戏剧吼，较少人咧学，所以讲咧，老师吼等于是安尼一个吼豆啊教啦，足幼的、足细心的安尼就对。而且咧，另外一点吼，咱这个舞台，咱这个戏剧的演员咧，去到咱这个艺术戏剧咧，嘛会共款来做戏，安尼就对。这就是阮的本领哦。会拉筋劈腿啦，唱安尼的歌声啦，等等咧，是阮的本领，安尼就对。等下咧，佮甲大家咧来唱一下歌曲，一讲咧来甲大家讲一个咧，今仔日吼有啥物款咧安尼即个等下吼，今仔日咧有啥物款的即个新闻啊，啥物款的故事咧，要甲大家讲哦。所以讲咧，大家吼莫袂记的。阮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拢有起来咧做古汉电台的直播，会记哦。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帮阮分享出去。等下咧来甲大家唱歌咯。
来咧，来甲大家唱一下歌曲吼，咱即个花娇艳一港两夜之歌吼，我头只咧所有看到吼，哇奇怪吼，大家咧开始咧讲英文啊吼，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咧，今仔日吼，过去到即个日本的即个喵咪的台吼，即个鸟仔的台咧去做即个管理员吼，因咧讲啥咧，根本就拢听无，安尼就对吼，安尼你嘛真厉害哦，有法度做即个管理员吼。而且咧，咱即个吼即个训树师兄咧开始吼，咧讲咱即个英文啊吼，有够厉害啦！台湾 Taiwanese opera 无毋对吼，台湾 Taiwanese opera 咱即个英文咧吼，欢迎咱即个 GOD 大大起来，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一讲咧嘛，欢迎咱即个庆顺起来哦，嘛一个趁钱的破声，也搁有咱 JUN 大大嘛起来啊吼，感恩大家。因为咧，我英文是完全拢袂晓吼，所以咧，交互咱即个新树师兄麻烦你哦，较甲你拜托一下吼，互你咧来即个介绍一下来做即个服务一下吼，咱来听一个咱即个花椒秧一港良夜之歌，感恩大家。分享广播70享受，幸福快乐无理由，为爱多自己白首，绵绵情扫老优秀。感恩大家咧收听这条吼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这是来咱这个印度大经济 CD 专辑内底咧，咱这个公主咧一出台的歌曲安尼就对。这是一个咧足娇蛮个性的公主吼，所以讲咧，你有听到吼，伊唱讲这个变水，变水是啥物物件咧？古代的查某人吼，所留即个吼，即个头毛吼，边仔咧会留一寡长长的，安尼叫做变水吼。头戴皇冠变水，这就是咧今仔日咧所甲大家咧，不管是咱线顶的观众朋友所甲，
一讲咧，我今仔日去到日照中心吼所教安尼就对吼。过来咧，感恩咱即个 F 大大，咱即个GOD 大大，伊讲咧，咱即个新书吼所对话安尼吼。伊讲 Welcome 这个 new friend 哈欢迎我们新的好朋友to 这个语韩语韩这个 Chinese 哈，感谢呢其实吼这后边我拢袂晓念吼。过来咱这个 GO 大大讲咧 Thank you 哈，感恩咱这个 GO 大大伊甲咱这个新树师兄咧所对话吼，恁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真歹势吼，因为咧，即个语涵吼，真正袂晓即个英文啦吼，所以讲咧，感恩你的对话就对，嘛感恩咧，咱即玉美咧，期待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趁钱的扑啊声，感恩吼，我所教即个英文吼，所截图起来吼，所看一个，所查一个吼，来学习一个，无吼一句英文拢袂晓吼，定定都爱即个麻烦咱即个新树师兄安尼就对吼。嘛感恩咧，咱新树师兄咧，真正吼逐工咧来甲咱即个做一个服务的吼，感恩你的即个付出咯吼。祝你的身体健康，会当讲万事得如意吼，会当讲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去老我厝，安尼就对吼。感恩你哦吼。头一只咧，咱所有吼听到咱这个花椒盐啦、良夜之歌啦、这个七字调啦、七字连空奏啦，过来咧来甲大家公布一下吼，因为咧咱前几天吼有来宣传咱这个11月9号吼，11月29号吼。有咱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所举办的这个讲座吼，伫咱这个台南的这个开元市场的4楼吼，这个开元大教室。但是咧，因为吼这个主办单位咧有所改一个时间吼，所以讲咧这个11月29号咧，咱这个米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所举办这个开元市场的这个4楼这个讲座咧吼是促销的哦吼因为咧我有到做宣传做广告啦吼，所以咧嘛爱甲大家所讲一下，虽然毋是我家己的演讲，是别个即个小天王的演讲吼但是咧因为即个主办单位咧有所改一咧咱明年度咧明年3月开始以后咧开始共款有遮咧演讲吼，咱明年度咧较来收听因的演讲节目哦吼。爱所甲大家广告一下吼，无咧我惊恁吼，若真正听即个语涵电台的观众朋友吼，万不得啦去吼，单扑空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甲大家提醒一下，感恩大家，嘛欢迎咱即个陈立龙起来，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来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感恩你起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哦，感恩。过来咧，来甲大家公布一下吼，晚上好哦吼，来甲大家公布一下，伫咱12月份12月13、14号，伫咱台北吼有咱即个红变，咱秀琴歌剧团的演出。一讲咧，即个红变吼伫咱即个嘉义哦，伫咱嘉义场咧嘛有所做哦。伫咱即个12月27号，一讲28号吼，有咱秀琴歌剧团的即个红变。所以讲咧，你若是收听咱即个古涵的广播电台咧，来当收听一寡咱即个戏曲吼，别人的演出安尼就对，咱互相咧来推广戏曲文化吼。嘛，感谢咱的伟成功咧，翻译官谢兄，感恩谢兄，赞叹谢兄，安尼就对吼，哇！赞叹谢兄吼，安尼咱来双手合十安尼吼，来感恩咱的谢兄。
嘛讲阮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吼，伊拍英文吼，拢是咱即个台湾人咧，马上咧等你咧为即个管理员哦，安尼代表你真厉害啊！哇，嘛甲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咧所趁钱诶扑啊写安尼就对吼。过来咧嘛，爱甲大家公布一下新闻哦吼。咱今仔日的主题有甲大家讲啊，即个气象有甲大家讲啊，咱即个新闻咧加减啊，嘛要注意听哦吼。伫咱即个台中的火车站吼，即个6月份的时阵呢，有即个女子吼，要过即个车站的时阵呢，刷卡吼，单路无过。愈无过了咧，即个站务员吼，单甲叫小姐小姐安尼吼，叫2声小姐。结果咧，即个女子吼，单生气啊，摕伊的饮料吼来甲破。为什么甲破咧？伊讲吼，伊无介意吼，人甲叫小姐啦。这嘛足奇怪呢。你本起身吼，就是小姐，人甲你叫小姐吼，佫袂当，佫甲人破即个饮料吼。结果咧，即个判决出来，甲判咧即个吼公然侮辱罪吼，罚即个5000块哦。所以讲咧，若伫即个公共场所吼，甲人泼水啦、泼饮料啦，就像咱吼甲人骂即个脏话啦，等等吼，这嘛是公然侮辱罪哦。过来咧，甲大家小问一下吼。你若开车咧来去超商吼，买一粒物件的时阵咧，恁敢会熄火吼？爱注意哦。即个南投吼，有一个女子咧开车去到咱即个超商吼买物件，单无熄火啦，无甲禁摩花啦，想讲咧落去吼买一粒物件吼，足紧咧就去上车。结果咧想袂到吼，有一个男子咧爬起你到伊的车顶，佮美丽的后座哦。结果伊嘛无发现啊，伊就车开咧，开去加油吼，搁去加油站啦，搁去对安尼吼。结果发觉咧后壁开有声安尼就对吼。结果咧紧咧吼，即个车开咧要去到即个宫庙的即个外口面吼，想讲咧宫庙内底咧一定有人吼来甲求救一下。结果咧可能是搁紧张啦吼，共款咧无搁绑锁匙吼，无搁甲禁摩花啦。当然吼，你甲想啦，即个嫌犯吼，当然想讲安尼，就有一只车通开啊，伊就甲伊的车吼，当然就甲开去。开去了后咧，即个物件吼偷摕完了后咧，即个汽车逃逸吼。当然咧，有掠着即个人吼，掠着即个人了后咧，发现吼，伊有咧吸食即个电子烟，嘛有咧吸食即个毒品吼。但是咧，你要讲即个女子咧，嘛是你天天啊啦吼。咱若讲咧，咱骑机车出门啦，也是开车出门啦吼。即个锁匙咧，拢会记咧绑，会记咧熄火，安尼就对吼。伊可能一时紧张，安尼就对。过来吼，当然咧，咱即个后车厢吼，不管是咱机车啦，也是汽车即个后车厢咧，拢会记咧关哦。万不达咧，人来咧逃逸的时阵吼，无细力咧，来甲你录一下物件伫内底吼，你就变做共犯安尼就对。所以讲咧，大家吼爱小注意一下，家己自身的安全吼。阮即个语涵的电台，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哦，拢有来做即个直播的节目吼。欢迎大家起来语涵的广播电台。嘛，真感恩大家吼，会记哦，帮阮订阅，帮阮关注，帮阮按赞起来，帮阮分享出去吼。马仔是咱国语的电台吼，咱每礼拜一礼拜内底咧，只有咱礼拜4吼，是咱即个台语的电台。所以马仔起来的观众朋友咧，若听到咱即个国语吼，莫想着讲吼存着台吼。无影吼，咱即个拜一到拜五咧，只有咱即个礼拜4吼，是咱即个台语的电台。过来咧，咱头前有所听过吼，咱即个七里仔调、七里仔连空走。过来咧，来甲大家唱一个吼，咱即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的带7字1，拢是7字头的
等下咧，甲大家来做解说，来讲故事哦。感恩大家来收听，咱来唱一下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来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说互人心头硬。当酒假死呀，医生病，待好恁跳心不惊。驸马挑心，无将义，因为爹娘啊，望妻离，风风翻飞啊，出了气。军队起灵啊来吃开，大水风管难消气，听歹八宝紧受益。驸马无讲世情义，王阳天意，这条呢是咱的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的带七字一哦。头起身呢，咱有唱咱这个杜马调，搁有咧唱咱这个七里啊，搁有咱唱咱这个七里啊连空走。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咱的带七字一哦，是伫咱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咧。这个驸马吼已经打完这个金鸡了咧，紧会吼爱绕跑，爱紧逃走的时间点。感谢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的趁钱的拍扑啊声哦。再讲呢，由着咱即个公主吼，买台家己来收买吼。过来呢，咱头只咧头起身吼，有唱着咱即个杜马调。咱来听一个咱即个一路打金鸡 CD 来专辑内底杜马调哦。嘛，感恩呢，咱即个伟成呢，趁钱的拍扑啊声。恁即马咧吼拍即个图案的即个贴图的拍扑啊吼，我着帮你补充即个音效吼，即个趁钱的拍扑啊声的音效吼，分享互线顶各位咧有安尼的福气，安尼着对吼，互恁咧愈趁吼愈好呀，愈趁咧愈济钱，安尼着对。咱来听一个咱即个杜马调吼，感恩大家。强行逼我，将军身体来败，我并非雕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不介意，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好下意。听你声音，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有灵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坑你过爱，恋来啰嗦，带你去拼，你呀做会行，怎不对你呀？对你来量情，我不量情。感恩呢，咱这个丽华讲的这个精彩吼，感恩咱的丽华嘛，祝你的身体健康会当万事来得如意哦，互你一个趁钱的拍扑啊声。嘛，感恩咱皮筋儿小蘑菇的赞吼，节目的最后咧，恁要吼，拢会做啥物代志咧？
节目的最后呢，拢会来做咱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安尼敢对？所以讲呢，咱线顶的朋友呢，对我做伙来做哦。这个腹式的呼吸法呢，感恩3件代志呢，离咱一天内底收尾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咱来收听嘛，做伙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感恩大家。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要观察自己的气息哦，不论呢是在鼻腔间，是在喉腔间，是在我们的胸口，甚至呢贯穿到我们的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贯穿到我们的脑袋当中，我们都一起来做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呢？今天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不论呢在工作上，在职场上，跟你的主管，跟你的下属，跟你的同事，或者是呢在家中，跟你的长辈，跟你的小孩，甚至呢跟你的兄弟姐妹，还是呢今天去超商买一杯咖啡，也感恩这杯咖啡，甚至呢感恩这个店员的服务。那你是否也有感恩的3件事情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做完这个感恩3件事情？也感恩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感恩收听哦。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礼拜4呢是我们台语的电台，台语的电台。别忘记哦，咱线顶的好朋友，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明仔同款8点空中再会，感恩大家。感恩咱淑芬姐，甲大家讲晚安，甲大家说晚安。一讲咧，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也有咱的碗粿哦。线顶的好朋友咧，莫袂记吼，先帮阮订阅、关注、按赞起来，一起我咧爱记哦。甲阮大家这个线顶的好朋友咧，做伙咧来讲一下晚安，道声晚安，有一个美好的暗暝，安尼就对吼。在咱节目的最后咧，同款吼来收听咱这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内底内容哦。大家咧，咱明仔8点空中再会，大家晚安。心不怕失波流，为爱多做去白首，连绵今宵乐悠悠。
因，为你别连理，心尽两人两富贵。那感恩咱这个丽华咧，甲大家讲晚安哦，舒心晚安。好的风光变水，天配乐观天破意，结配在孤单。生病公主，国内正是怪命，经济又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白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惊大礼，所思又受，毋甘将礼赔。老君对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太祖今日要领红兵，贵府提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悔满心刑。一老生病，要万幸。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我老君知应，为我做伊论分明。怎能惊伊小小红定？困在道边，名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